乡亲朋友，大家好，下晝3點半了，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了》，我係劉慧靜。今日來到了拜日了，好康健來報道嘅單元咯，同所有嘅鄉親朋友共下來關心到康健嘅話題。講到呢個上一個禮拜建築咧，天氣啊，有樣是寒焦焦哦，有當到蔬菜嘅呢個氣溫冇到10度呢。呢寒天哦，係呢流感病毒侵發土嘅時節，呢過年嘅段時間有冇兩日嘅下，引致流感去急進呢？唔係少哦，寒天我用船哦，就唔會觸到流感。因為做了解講流感嘅預防下，相來更有效呢。韓國呢，做乜嘅做預防下，還容易會觸到，見比啊，講見會現場當歡喜為大家來請到專家來，讓大家來講到呢方面嘅話題哦。來分享嘅是李小達李醫師，李醫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李小達。好，基本也都歡喜啊，做得現場請到李醫師來到兩位來大家來講到了嘅流感嘅種問題。你特別啊看新聞也好，也係講你片面嘅媒體，即係講你有看到了嘅講事嘅部分也好啊。從頭啊，是咪要買 H5N1 咧係 H7N9 咧都有嘅事。當到朋友可能是咪想，你買按照 H， 買按照N 啲，我講。咁講得清楚，從飛機上上班下，假使冇去了解，咪沙漠頭塔啊嗬，你行下上夾來問下意思啊，你做得啊嗬，用好簡單嘅方式啦，撈你一個，應該可以來當複雜嘅事情，撈你講下清楚到嘅冇？哦，呢一樣東西嗬，冇講你看唔識啦，要到專家嗰度嗬，佢係真正看嗰個東西，也會看唔清楚嘅細節啦。因為呢一樣事情嘅病毒是上應用，叫嘛叫命，哦，所以這個 H 嘛當然 H 是按照嘅血球凝集素。哦，你翻譯按照血球凝集素，哦，血球凝集素就10項，哦，10種。啊 N 是按照嘅神經氨酸酶。哦，你係真正係你講嘅呢個字項名詞嚟，神經氨酸酶是有7項，嗬，所以加起來，嗬，所以有170樣，所以嘅交叉比對起來些就170項，173，哦，市場一般有173嘅。所以你係講 N 嘅呢個病毒嘅呢個組合有170種咁多。170種，哦，有的人講144種啦，哦，咁講最少是144到170項咁多，哦，咁多嘅病毒。呢個病毒就是為什麼會同一邊都分到咁多名呢？錯㗎。市場因為佢市場測得啊，會多你不卡一些啦，叫熱門那些。佢先用手去打，哦，你係好勁嘅哦，可能技術好高、好嘅呢個測估哦，就有辦法用呢個手勢啦，嗬。假使冇可能是係微槍，係用攀那個是落伏度嘅，咁嘛算一種，嗬。啊，所以咧測咧是可以算落伏度嘅，嗬，按照 H。H 是有17項啦，嗬。所以講你下講到17項是係落門嘅啲方法是從嘅。方式哦是有17項，嗬。橋門嚟麼是會用手勢嘅，咁講你用乜嘅方式落來咧？哦，落來等到你偷東西偷到當多咧，你才出門啊。你種的把你睇對東西。門牆蛇你要做唔得出啦，夾唔出來哦，所以你出門那些如果人會用方式，啊出門嘅方式，哦是要嘅頭先講係要7項哦，所以嘅是要嘅，頭先講到呢一個H嘛，韓國 N 嘛 ，N 是係頭先講到落門要17項，N 要17種嚇，出門嘅方式是要10項，哦。所以加起來就170項，哦，所以其實係個病毒走到人身體地位咧，哦，佢係冇出去是唔會傳染，好唔會傳染，哦，所以佢個病毒性是冇咁強，哦，佢其實做大伏毒呢，係等人警察來做啦，等警察來做是像呢個白血球是為來侵擊啦。哦，你係係身體地位度嘅，身體地位度嘅，你係講警察嚟啦。警察樣嗬，所以來侵擊，所以捉到佢咧。所以佢嘅病毒是冇咁厲害，好厲害嘅病毒是走到來，同嘅東西跳是走出去咧。
那种平头是好厉害的，嘿，哦，所以咧170行地背，有嘛就好强诶，有嘛就好弱诶，哦，好弱诶是传染性冇很大，哦，最强诶是讲去切动因咧，啊，如为因切因，该是当厉害啦，哦，安样因吼。好，你下咧讲到嘅大體有很多嘅啲嘅種類啦，吼，當然啲嘅種類上來啦，吼，係到豬鵝啦，也係講啲嘅雞鵝，吼，也講其他嘅，你講到啲匍匐染性行嘅，啲家下有時間上過來，老鄉親朋友來講到，啲下場嘅啲嘅時講有170種最多嘛，吼，啲嘅當然啲很多種啲地圖，到台灣啲下目前來講有幾多？目前你下是安講啦那從了 H7N9那種大概去年4月的些是本個政府衛生署定為講那係第5類法定傳染病，因為那種佢專門打釣個地盤呢為傳染傳染目前打個大陸個縣呢就有因傳因的個案，所以講到呢下講到嘅呢 H7N9來講咧，都講到呢位佢用因就講為因切因咧不過目前來講台灣呢下，台灣目前還冇安樣嘅一情形。目前是忙，講政府是會講係萬一走落來台灣咧。跟因切因那些該是不得了了這就樣是當地人講咧，也是講其中嘅個 H7N9嘅部分。H5N1 那種是目前來講好重要嘅，好多嘅，好多安樣嘅問題。H1N1 是在4年前，5年前咯，算嚟5年前咧，該時是有境外移入，該時。專門該主要是豬隻該有那切所以該是因為包括該講嘛該按到豬流感去到該豬當到唔敢食，大家是唔敢買唔敢食，韓國呢一下時節應該都跳擺啊，老人家可能是講嘅係講你講白豬瘟，白豬瘟是安樣嘅一個意思，體種來講係講。講禽釣類來講，係咩事係應講雞瘟啊？雞用雞瘟、釣瘟啊，和豬瘟，那都係叫大家豬個地本人切，唔跑。最講是講機會切到因類嘅些，嗰是最第一講。係叫就到好像個釣鵝釣鵝去只釣鵝會切來切去，又個粗架會浪到嗰啲會個感染個病毒佢大家地盤人切來切去唔怕，因為切到因類所以個因對因唔怕。從頭先講嘅呢幾種因為佢係太偏冇是鳳結個葉子個翅膀來拍的時間啦，個全部通過平頭會拍到因呼吸道內，因係吸收到一些係量多一些，因是會被切到。所以該幾種嘅些是會後會切到因嘅，所以你下你要提起講嘅時候講法講會切到因，韓國嘅因是會因切因嘅時節是真係是會都麻煩你要預防嘅是係你就匍匐。好講到咧流感韓國人哋一般講冷度也係感冒來講，可能當到嘅鄉親朋友只會想講，人哋冷度老了嘅流感，真係真緊是當上場，所以按上場來講佢到嘅所長所來係當然做到老鄉親朋友講下，人哋哪種按照冷度，哪種按照流感。好，最重要是安樣因啦。如果對你嘅身體各曬嘅身體，如果係你嘅抵抗力好好嘅時間。嘅前頭，你唔管你嘅感冒就係流感嘅前頭全部也會好弱，係你身體好弱嘅時咧，冷度小冷度就會變到動態問題。咁講如果有一種方式來應對快啲好。做得來啲樣去好簡單嘅。冷度輕小講嘅慢慢的來，冷度將忽然間。
意思老皮水透哪痛了吼。所以可能是系 Andy 照顺头，你和起到动自然，和好些，结果呢可能也下酒石头，下酒头之前都讲老皮水啦、透哪痛安样嘅问题。是安样因。流行感冒、流感来讲吼，其实是天会有潜伏期，慢慢来。一步来，你会知道，哎呦，跳哪紧比跳哪紧哦。小左跳哪痛，跳哪痛，某时奇怪紧比某阵痛，就会脚会酸痛吼。是安样因。其实慢慢是会出来的吼。也是按到个 Andy 嘅了解流感吼，流感嘅部分，即一步天天咧發作嘅了解感冒，也係講 Andy 講冷度來講，即好點吼，顯風吼，是有啲鏡頭出來咧。係，錯。個有嘛有一種方法是講，你個肌肉酸痛嘅個鏡頭啊，酸痛嘅清新啦，吼。係感冒來講吼，佢個肌肉酸痛嘅清新好少。吼。流行感冒一些吼，全身酸痛，貴性安樣酸樣痛，可能唔係講從冷到略嘅安樣天。佢個相似嘅話，個酸痛都嘛個相同呢，因相似話拄到有個病因吼，明明當雜嘅因哦，20-30歲哦，當雜性嘅因，2-3因5年落來。叫痛到唔會行路，有時 Andy 嘅流感咧，流感當中是安樣因。因為講起來啊，可以講到種雜性嘅因咯，吼，也就係講腸臟炎嘅因咯。記到讀流感係2-3年，安樣講5年安樣強下落來，依然本線上看，安樣結束到嘅機會係記到了解講到腸臟炎會較高嘛？我係記到速度會較嚴重到啊。有啲腸臟炎吼，佢速度一些，係冇鏡頭嘅些電動冇鏡頭哦，係只有鏡頭是相似嘅動黏蟲，你看到細胞激素嘅個作用，佢是一下子發起來啦，該是像咩呢？該像切落來度壓不卡咧，跳東西跳到強多咧，結果出唔去，等陣檢查來咧，檢查來咧2-3上打咧，冇是蟲都拿出來乒滾，結果。個細菌是個病毒本警察打到咧，打死咧，咁講咧，個家居屋啊就全部一破壞脱咧。有時就做你講啦，好點啊，一下發起來啊，是動地影響咧。係啊，真嘅嗬，Andy 是落嚟大家都講到安清楚、安詳細咯，嗬。Andy 有談到了解講冷度啦，然後流感哦，你下安樣來做紹介，可能鄉親朋友有下清楚到啊咧，嗬。順來咧，Andy 還有講到嘛個 A 型嘅了解流感啦，B 型嘅了解流感，順來佢又係兩百型，應該下進到喺節目當中，能夠繼續來聊大家來講到，先到了邊來聊下。